来关心金华社的备案，检方早起第二届提审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，嘛可能会搁再提审国民党的台北市员尹晓薇来厘清案情。民众党早起嘛搁再开记者会，伊是批评讲北检办超市公司进口鸡卵这案速度是真慢，办瓜问题就会拼进度。也毋过，林也嘛批评讲案件无同，无应该摕来比较。 坐伫轮椅服警察局侦查庭，检方11早起二度提审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，继续厘清敢是有金流及要收钱的对价。了后，也无排除提审国民党北市议员尹晓薇，厘清案情。民众党早起召开记者会，批评北检办超市卵真慢，办瓜问题都真紧。为什么现在整个北检全部都是？ 柯文哲的消息，每天放了那么多话，那么粗暴，那么标数，预算的会期，所以我们会删除中央畜产会的预算，他一定要交代清楚他的责任，追究相关的人。超私案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一个类型，围魏救赵。司法案件每个案件的本质是不同的。 涉案的程度、违法的可能行为完全不同，是不可能拿 A 案比 B 案。金华社用这案继续拖烧，传出国文条要下抓条，安怎做拢会当进度好。国民台公布，北市议员尹晓薇也插手找北市三法局召开协调会，在议会市长萧重的压力之下，基层公务员根本都无法度动。在的都显示。 柯文哲下便条纸是事实，而且是跟着沈庆京、应晓薇他们的协调会的节奏在走。为什么柯文哲，你说你事前都不知情？柯文哲丢了2个烂摊子给蒋万，第一个就是雨果改建，第二个就是金华城到底要不要停工？他们现在他们心里一定要有定见。我们来支持你嘛，起诉就停工嘛。 而不是一审判决才停工。外界关注金华社敢是停工，市议员洪建基也指出，市府无排除起诉就停工。不过，若未来瓜问题顶人方法无多，恐惊会面临国赔问题，也好市府合理两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